彼得前书第5章，我做长老，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，有份伫伊得要显现的荣光。我甲恁中间偏偏得做长老的人考劝，着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，甲因眷顾，毋是勉强，是照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，毋是为着贪财，是自愿热心来做。交代互恁的羊群，毋通用权威管辖，着做因的模样。安尼，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，会当得到永远袂失去光彩、荣光的花冠。相反，恁少年人着顺服长辈，恁大家着谦卑三对待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：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予谦卑的人。所以，恁着伫上帝大气力的手下谦卑，伊到时就会甲恁高升。恁着将一切的看路交予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的对敌魔鬼，亲像得好的狮，四过行，得找通吞食的人。着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，因为恁在全世界的众兄弟姊妹，拢得经历相款的苦难。赐一切恩典的上帝，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永远的荣光迄位。伫恁暂时受苦以后，一定会亲身甲恁重新建立，赐恁气力，互恁坚固徛在。愿权能归予伊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通过忠实的兄弟西拉，我写这张短短的批予恁，来勉励恁，搁见证这是上帝真实的恩典。就伫这个恩典顶面徛在，踮伫巴比伦，甲恁偏偏受警调的教会，甲恁请安。我的囝马可嘛，甲恁请安。就用听的三针，互相请安。愿平安归定恁所有属基督的人。